Uncle Wong 教你揀營養素，靠18個黃金標準，睇 USANA 點樣贏晒。街坊們揀營養素唔使靠估，有本營養補充品比較指南簡直係聖經。當年加拿大政府為咗幫市民揾啱嘢，專門請前國會議員同7位博士搞出呢個指南，仲訂咗18個黃金標準，評過1600幾種產品，權威性冇得頂。今日 Uncle Wong 同你拆解重點第一，成分要齊47種核心營養素唔少得，含量仲要夠稱，成分完整性加效能。第二，礦物質要揀氨基酸螯合物，吸收線高，唔好買平嘢礦物鹽，阻住其他營養入體礦物質形態。唯一一定要天然款，效能係合成嘅雙倍，仲要有伽馬生育酚，抗炎防癌症好得。維生素 E 活性加伽馬生育酚，仲有10大健康方向要 cover， 抗氧化要齊維 C， 輔酶 Q10， 護骨骼要有維 D， 鈣鎂，護心要番茄紅素，護眼要葉黃素，仲要幫肝臟排毒、控血糖、排重金屬毒素，連抗炎、抗糖化都有標準。最緊要係冇毒，過量維 A、鐵呢啲易積毒嘅成分絕對唔可以有潛在毒性。呢點對屋企有小朋友嘅尤其重要。講到呢度，一定要提 USANA， 佢連續10幾年喺指南度排第一，2017年仲拎到最高級嘅特級白金大獎，96.1分高分段層領先。佢個基礎套裝有50幾種營養，47種核心成分齊晒。礦物質用氨基酸螯合物，吸收率高幾倍。維 E 係天然嘅，仲有足量伽馬生育酚，護心、護眼、抗炎嘅成分一樣唔少，仲通過 GMP 認證。魚油雙重過濾後純到近100%，完全冇毒成分。連國家體育總局都揀佢供運動員用2000幾個運動員背書，夠晒放心。記住呢18個標準，揀營養素先唔會走寶。USANA 能喺1000幾款產品中脫穎而出，真係硬實力說話。如果想知你食緊嘅產品符唔符合標準，有冇潛在毒性，隨時問 Uncle Wong 啦，唔使客氣㗎。